各位好，我哋係研科國際有限公司。我哋從參與研發及引入香港 SuperNano 引擎修復劑已經有16年，專注於提供高效嘅解決方案嚟逆轉引擎磨損及延長引擎壽命，並改善其運行效率。SuperNano 採用嘅係先進嘅超納米技術，利用極微細嘅10納米顆粒嚟修復引擎內部嘅金屬磨損，可以有效提升引擎氣密性，回復引擎缸壓，從而提升馬力及減少震動雜音，並改善燃油效率。我哋主攻中高端市場同埋對汽車性能要求較高嘅車主，特別係中高端品牌車主、汽車維修店以及車隊管理公司。佢哋嘅客戶通常對引擎保養有更高需求，並且願意為高品質嘅產品支付日價。我哋在市場競爭中具備過人之處，主要體現在其技術創新，如 SuperNano 納米技術、產品嘅極高性價比，以及對客戶需求嘅精準把握。此外，公司強調產品嘅高效性、持久性同埋安全性，並且具有好高嘅品牌忠誠度。經濟下行可能對引擎修復劑行業產生一定嘅影響，尤其係喺消費者預算緊張嘅情況下。然而，由於引擎修復劑能有效延長車輛嘅使用壽命，並降低維修成本，因此喺經濟不景氣時，呢類產品仍然有其需求。我哋為咗應對市場需求變化，可能會推出更具針對性嘅產品，例如針對特定車型或使用環境嘅專用配方，嚟吸引更多嘅消費者。我哋未來可能會喺以下幾個方面發展：擴展產品線，特別係針對氫能源引擎、混合動力車等新興市場；加強技術研發，提升產品嘅效能同埋環保性；開拓國際市場，尤其係對於亞太、歐洲及北美市場嘅進一步擴展，並可能進一步加強與車廠、維修網絡嘅合作。研科國際有限公司 Advent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Limited， 歡迎你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同 IG 專頁，了解更多。